之前有一个桑榆你念念不忘，现在又多了个桑琪你别别扭扭的，你还真是可着桑家这一棵树往死里刨啊！我刨哪家的树，您就不用烦心了。不就是为了桑家那个丫头吗？您知道她？哼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堂堂太尉府的千金，国子监第一女弟子。这说起来啊，我跟这个丫头还挺有缘分。上一次啊，我还救过她一次。对了，正是因为您上一次救了她，她铁了心了，要跟您拜师学武。哎，别，拜师还是算了。我上山就是想图个清静。这太尉府的千金来了，那还不得前呼后拥闹腾死我呀？还好啊，我这儿比较清静，也比较隐蔽。哎，你再帮我挡一挡，他轻易也找不到。我已经把您的位置散出去了。什么叫散出去了？哎，你小子什么意思呀？肯定是你小子直接跟那丫头说的。那不算，那就显得我在帮他拜师了。你现在不是在帮他吗？我只是把您的位置给透露了出去，那不算帮他。再说了，就算他真的上山了，这徒弟收不收，还不是由二叔您说了算？那我当然不收了。哦，那也好。桑琪我这个私业就已经够了，我也不想他再多一个老师了。哎，你这话听起来怪怪的。不过，这徒弟您可以不收，但功夫还得教。这按照你的说法，学了我的功夫还不能认我这个师傅，那合着我辛辛苦苦种了一棵树，这果子还不是我的，凭什么呀？那您就把他收了。你少在这绕啊！为什么非要让我教他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这丫头惹了一身腥呗。我懂。哎呀，不过我说呀，之前有一个桑榆你念念不忘，现在又多了个桑琪你别别扭扭的，你还真是可着桑家这一棵树往死里刨啊！我刨哪家的树，您就不用烦心了。反正只要桑琪在您这儿学到了功夫，能够自保，我就安心了。咦，你小子对人家还挺上心的。您多心了。我多心了。行，我多心了。行吧，那就按照你的安排来。不过咱得把话说在前面，这个徒弟啊，我可以收，但怎么收，得听我的。那是自然。哼，倒茶呀！我刚你倒了，搁了喷了，没看见吗？你快倒茶！哎，四爷，怎么样了？如何？怎么样？